台湾真需要这个母语文学尤其上大族群那个台语文学用台语来写作的这个文学但是自古以来，这个用台语写作的这个文学而且的人也是团体，较少一个讲伊是纯然要创作这个文学因为伫这个纯文学的部分，就是因较少有这个团体啊杂志，伊是徛伫这个领域所以，阮台湾建线的创立甲伊的整队的宗旨伊就要追求讲着台湾有一个纯文学的台语文学的杂志伊上界讲究这个文学的品质，甲文学的艺术性文学的这个台湾主体性，甲本土精神这是阮台湾建线本身上界咧主张甲维持上重要的一个路线。台湾建线这份杂志创刊到即摆已经6档的历史本地阮想讲，咱这个21世纪的初期，咱伫文学杂志可能要经营真有困难我嘛想讲要做到5档、10档有这困难，不过即摆阮已经到6档所以表示咱奋斗的精神真有够。你要看出这个台语文学的这个调理，基本上爱看台湾建线伊用学习看一台湾建线是伫6档前的时阵，阮一群朋友所组成的这个社团其实在我来看伊的定位真简单。台湾建线起心动念就是要甲这个台语文学好甲推展，好甲创好势，就是鼓励咱这些社员朋友大家好拍拼来创作台语文学无论是诗也好、散文也好、小说也好，种种来大家来提升咱这个台语文学的这个关度加入台湾建线开始阅读了真侪优秀的台语作品了后，我才算真正开始来认识台语文学。嘛，由这个时阵较想要亲近台语文学，刷落去，搁进一步要用台语来写，尝试用台语写小说。我感觉这嘛是台湾建线一个存在足重要的意义。吸引更多侪人来亲近台语文学，甚至会当栽培较侪台语作家来写台语。不管安怎，咱是用一个足坚定大家使一直向前来进前，安尼的心情来做台语文学来推展台语文学。台湾建线会使算是咱台语界应该是目前来看应该是上重要的刊物之一啦这个刊物呢有一个足重要的一个主题我感觉我写认同伊开放予每一个作家家己有法度用家己的符号伊袂去要求统一的符号，予作家有家己的空间来表达来写伊的作品。台湾建线会克服真侪困难，继续延续咱的本土生命。其实你当加入台湾建线，来看几期这个台湾建线，你当了解，起码这个台语文学大约上是发展到什么程度对台湾建线看会出来啦，看会出来，因为台湾建线这个作家迄个文学的质较好大家迄个文学的这个经典也较有量也较济。台湾建线是一本文学性真悬，嘛有各种类型、各种风格作品的刊物。伫内底我得到真水、真好的阅读的经验。比较上，伊互作者的尊重嘛真悬。袂伫书写的文字啦、拼音的系统，互因足侪限制，所以作者是而且会当尽量发挥。
我感觉讲，其实我想咱写诗就是咧讲，咧找一种腔口来甲乡亲讲话，是讲来甲即个土地对话。阿母的陪伴，细汉的时，阿母的皮包啊，是一卡宝箱，有糖仔、甲饼，有胭脂、嘛有水粉。大汉的时，阿母的皮包啊，是一卡药箱，有胃散、甲万金，有高血压的药啊。嘛有救星，即马阿母的皮包啊，是一张白床，放伊乌达散的身躯，嘛放阮沉重的心情。台语文的世界观，就是咧讲出台语文的丰富性。其实足侪人咧。互即个使用即个语言了，互伊变啊足丰富的。即首诗翻头看有50吼，第一集就是遮啦吼。1982年正月落雪天，阮老爸直接翻头看伊的后生，奈何行去伊门的通道，短短无几步。刷落去15点钟的粉社文，会阁借着15年的分离。咱这款语言本身伊有伊的音乐性，咱的这个琼花声调有8音的这个台语文，伊本来就是琼花音乐性。啊，搁咱的台语文的翻成，做侪是透过迄个有押韵的。凉歌、歌谣、戏剧，安尼咧传互咱。现在台语诗比做歌是愈来愈侪，哦，按讲北京语歌就较无迄个现象咧，吼。你比如讲，哦，即个余光中吼，有一首叫做《乡愁似韵》啦，吼。阿红做歌呢，迄杨贤甲做歌。啊嘛，干那迄首尔，哦，安尼欢喜甲跳江用要飞起来安尼吼，啊，毋知影讲阮台语诗的厉害吼。我即首若是到恒春做10条歌无厉害，上厉害就是拄只即个林永敏先生，伊上有名叫做毋通嫌台湾，请问做几条歌，你知无？一个歌手做几条歌，破世界纪录，伊会当去申请迄个。世界纪录，做40条的歌，同款词啊，无同款的40条的歌，是有够恐怖，吼，是有够恐怖。这个音乐选得真水，我到形容我就直接记起来，我到做伊的旋律啦，伊的哆来咪，我甲听到伊，我甲记得头到底。哦，嗦啦咪嗦，哦。你是哦，你们有捌听过这曲无？哦，有的人反正捌听过。啊，我都用这曲伊旋律来甲填词写曲，我要甲填互伊，尽量这个词点起，都是甲这个曲唱出来差不多。这是台语比北京话加足适合做曲。因为台语点起就唱音乐，像你唱歌。为明挂天顶，寒星一点点，暗夜所尽，我是甲你的恋情。若是到恒春，着爱落雨的时阵。搭袂山轮，亲像姑娘的温顺。若是到恒春，爱已经黄昏的时阵，你看海见的满云，半天通红像我粉。若是到恒春，
着爱好天的时阵，出航的海船有时远航有时近。若是到乡村，毋免经时阵，单达的歌若唱起，一时消阮的心魂。